You ready？ 我来自新疆，也 call me 28。我来自乌鲁木齐 ，represent Balanza。我从小吃牛肉，吃羊肉长大，就算鞋儿散裤，那也不怕留下伤疤。我用我自己做的笔，发起我的力，刺激我的笔，激起我和你，忘记名和利，战胜金和利，把兵团借给所有迷，迈着我的步，带着我的鼓，再开始继续我的路，对未来思路清楚，开到西江 rap dance to bounce。You know what it is， 梦想的边缘它从没有避，想把黑的所撞进到同一个例子，被所有的困境送一个 diss， 给所有的阻碍拿着我接着。就这个 yes， 看着我的 face， 创造的 chance。Welcome to my space， 我来自新疆，You call me 28。我来自乌鲁木齐，水库新疆 rapper。我不混 underground， 不代表我是假的。Call me Lil M， 让整个舞台爆炸。我来自新疆 ，and I am made in China。